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12月28，诗篇97篇11节到12节。光为着义人出现，喜乐为着心正直的人准备。义人啊，就因为上主欢喜，称赞伊的圣名。三甲来祈祷。为阮准备喜乐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至权、至大、至圣，盘过全地，至尊超越正神明的全能上帝。主啊，公义甲正直是你宝座的根基。你的命令一发出，地就大摇动，山就逍遥。因为你的公义，日邦就要看见你的荣光。主啊，所有服侍有假的生命，甲内心的偶像名，拢要见效失败。独独敬畏你，倚靠你，专心仰慕你的，你要予因10分的平安。主啊，感谢你为阮备办喜乐，我们因为你来欢喜，也要称赞你的圣名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愿主的喜乐，甲你三个伫地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